为了表达对 AZ 肺炎疫苗的信心，新台病24号下晡点半，按照原定时程，对院长2位副院长甲内科感染科主任带头，经过健康评估以后，5位公开面对镜头同时来做。根据了解，这波疫苗新台病分配到800剂，不过表达有意愿的医护人员有1200位，可见大家对疫苗的保护力甲副作用比起来也是真有信心。疫苗大家最担心是安全问题了，大家去看上个礼拜五有2个很重要的关于这个疫苗的重要的国际新闻的发表，一个是欧盟的最高卫生组织，他对这个疫苗评估就只有2个字，就是 safe and effective， 安全跟有效。那同一天在英国也有发表对这个 AZ 的重新的评估，它的评估的结果是接受这个疫苗，它的好处远大于它带来的副作用。我想这个都是要根据科学证据来做这些事情。我想这都提供我们足够信心去接受这个疫苗的施打。但第一波有10间专接采检收治的医护防疫人员，登记有3800人会来施打。会中卫生局长嘛专程陪同，请所有医护人员放心，伊个人冇意愿来做，但包括市长并是第一波符合注射规格对象。因为是个新的疫苗所以全国的医护人平均大概都只有30% 愿意打 AZ 疫苗。但是我想随着这个所有的院长们都愿意带头，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说，这个 AZ 疫苗其实非常的安全跟有效了。所以我想未来在下一波会有更多医护人员会加入。那关于第一天新闻报说谈的是在只有打50剂，在6度里面是最少的，是因为我们第一天是2站开打，然后到今天有4站开打，到了礼拜5会5站开打，我们都有照原定的行程在走所以不用担心。所以我们会在1个月内把既有的疫苗把它全部施打完毕，那在8周到12周后会再打第2剂。新台病院长顶人资料表示，像网啊定一点尴尬拢无，而了护理人员的技术好，同时依照该院施打的状况，预计一天要住60位，所以第一波2-3礼拜后才当全部完成。台湾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